家消費者都係承擔緊大部分嘅成本嘅啦。但我哋認為回收係即係比較後端嘅手段啦，因為其實就要花消費者好多嘅時間去洗啊，又要去收集啊，又要去運輸。咁點解唔一開始就有冇一啲重用餐具可以綠在區區俾人借呢？又或者會唔會好多區都有啲中央嘅清洗中心，俾啲餐廳去俾啲碗去洗，跟住攞翻嚟呢？咁我哋覺得呢個呢，先可以源頭減少一個廢物嘅問題。如果政府可以俾多啲資助，係啦，尤其是一啲中小型嘅企業，點樣令到佢可以由一啲即棄過渡翻去重用餐具呢？咁我哋都覺得咧呢、這個資源咧係值得花嘅。咁希望早啲可以支援呢一啲嘅初創企業啦，又或者政府自己做好咗先，係啦。咁而家都會有啲大型場館啦，好似啟德體育園每一日啊，或者每一年啊，都會招待好多唔同嘅遊客啦，同埋市民。咁我哋都覺得，如果喺啟德體育園度做咗重用杯系統先，係啊，做一個好好嘅榜樣俾到人哋睇，係咁就可以逐漸影響到一啲連鎖店啊，一啲大型場館都改變咧。咁我相信咧，呢一個係一個漣漪效應，係真係可以做到源頭減廢。香港嚟講咧，其實一路咧都係比較落後嘅，以一個減廢政策嚟講喺亞洲地區，因為減廢政策唔單止得一個禁膠餐具㗎嘛，仲有講緊可能係垃圾收費啦，係啦，有冇規管過度包裝啦，又或者有冇一啲推動重用容器嘅政策嘅。咁如果以廣泛呢啲減廢政策嚟講咧，香港咧而家係急起直追緊，係一個好事嚟嘅。咁但係睇翻其他一啲城市嚟講啦，好似台北、首爾啦，咁其實早喺廿年前，人哋已經有垃圾收費嘅政策，咁亦都咧有一啲推廣就算抌廚餘都好，其實你都要付錢啦，係啦，台北市應該都會有一啲包裝過度包裝嘅法例出咗嚟啦，咁亦都有啲重用杯嘅推動啦，咁你可以見到咧香港可以話行出咗好好嘅第一步，咁我亦都希望香港政府唔單止得禁膠政策呢一樣嘢去規管啊，咁更加重要嘅係點樣推動重用代替即棄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人哋只不過係會將呢一啲即棄塑膠變咗即棄紙竹啊，或者其他嘅物品啦，係啦，無助減廢。呢個時候咧，就係綠色和平都希望可以集結翻多啲市民嘅聲音啦，係啦，俾翻政府。例如當年3年前嘅一個公眾諮詢嘅時候，其實我哋都集合咗超過5000名市民啦，一齊簽咗一個嘅意向書，係話俾政府知我哋想要盡快有禁膠政策嘅第一階段係推行喺香港度。咁而且我哋都重申咗重用代替即棄先係個選擇啦。咁我都相信咧，我哋都會配合翻呢個角色，做一個倡議者，話俾政府聽咩轉變先係啱，同時咧都督促翻政府啦同埋連鎖店啦，要作出一個啱嘅改變。